我来看，中日啦是有网称，也看讲有一寡台湾人是有领中国的身份证，所以讲内政部就随开始调查。专属部最近嘛发函予公家机关，要求这公务人员都要签字，表明讲家己是无中国的户籍，嘛无中国的护照，也是身份证等等。也若是陆委会是肯定进前海军信用的上兵，主动反映老母甲办中国身份证的情形，还有这公务人员都要老实。网称北京进前标出一寡台湾人身躯顶是有中国的身份证，内政部嘛随启动调查，目前已经有10个人被废止台湾的户籍。专属部最近嘛发函予各县市政府和公家机关，要求公务人员爱写具结书，表明无伫中国设籍、无领中国护照、身份证、登记证和居住证，而且要伫2礼拜内完成。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这个明文的规定，跟陆委会的来函来办理中央跟地方机关的公务人员的部分都会来做这个工作。专属部强调讲，公务人员对国家的忠诚是基本的要求。陆委会是讲，政府肯定进前海军这样南西洋的上兵，主动反映讲，伊伫个唔知影的状况之下，互因妈妈办理中国身份证的情形，希望公务人员都会当老实通知。他需要在中国大陆居住6个月以上，才能够领居住证。那你就必须要说明你到底是怎么拿到，是不是去代办的，或者是你偷偷请假去的。但是中国讨好台湾人的策略并无停，福建省政府而且公布新的一批废台17条措施内面，包括开放予台湾民众线顶换领居住证，含提供台湾人当年人民币5万的奖金，鼓励台湾民众去中国指定地的企业做工课等等。陆委会分析，在中国军队无以建军演的时阵，佮推出废台措施，都是中国好战两手的策略，结果是无什么效果。在高科技产业的话，这个5万块人民币的奖金并不算是很高，福建的财政也未必是很好。中共的对台工作大概还是脱离不了用利诱的方式，这个跟他们所要的心灵契合其实是有很大一段距离了。另外，对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副检察长前一天公开讲到，防拘捕免2年的北基文化总编辑副查理恩熙和防判9年动刑的 UDN， 而且指出讲是重大危案案件。李文杰认为讲2个人已经和中方当作是指标性的案件在宣传，会持续掌握案件进度和相关信息。记者综合报道。